信息272首，阮爱上帝圣殿。
一切无得挂虑，独独万事用到恳求甲感谢，将恁的所求摆咧伫上帝，就上帝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这是咱三角的吟圣诗272首，阮爱上帝圣殿，咱起立来吟全首。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差真就煞。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用启用方式来交托上帝，记在启用文第26篇，我来启，请这来听。要称赞上主，伫正德人聚会一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了。伊的手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任何人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是咱三角的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有罗你，你是全能的神。今仔日，阮伫这个所在聚集。感谢你，因为你讲，应当
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才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阮所要爱的伫祈祷放伫祈祷中间。今仔日，阮要将阮的挂虑交托互你，阮也要为阮的需要，你来祈祷恳求，求你赐互阮丰盛的供应，求你嘛赐互阮心灵拢通得到健康，赐互阮平安。阮要来领取你的应允，求你带领阮，为阮征战。伫天灾的中间，阮发现阮是怎尼啊样的滋味说，求你看顾，爱伫即届风台的中间，爱伫灾难中咧受苦的同胞，伫立法院、国会议员的扩权，侵蚀百姓的权利，行政的权利造成无平衡。阮伫即个所在，为国家、社会带来不安。求你互阮刷去迄个互情绪所捆绑的，互阮通将一切的难处交托互你，互阮通借着祈祷得过成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祈祷，阿门。圣歌队带来赞美的卡农曲。
这是咱来看两位主家己的话。记载第一位是路加福音第4章，咱要对16节看到21节。耶稣转去伊长大的所在拿撒勒，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triển开，找到一个所在有记载：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甲册卷起来，行互会堂的助理，就坐落去。会堂内众人拢注目甲伊看，伊就甲因讲：即段圣经今仔日恁咧听的是，已经实现啦。第二位记载罗马人书第10章第15节，就拢无车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脚偌尔啊水。愿上帝祝福伫伊家己的话。咱今仔日欢迎南中牧师为总会文艺传道来教学讲台，伫即个所在代表教会家讲说多谢。弟兄姊妹平安，搁一遍，搁一遍。代表着公报社来到咱同款是对巴克的牧师所来创设的东门教会，向大家说多谢，也感谢长期以来一直对阮的关心、来导、支持。每一遍徛伫遮，我就想要甲大家塞奶，总是该塞奶嘛，拢塞奶过啊。但是今仔日游园是用着一款真感谢的心情。代表公报社，甲咱做伙来敬拜咱上帝，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强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你互阮真做是有福分的一阵。阮透过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对阮的热看，互阮一遍搁一遍，通伫你面头前来称阮是恩典、受拣选的儿女。愿即个时阵，也互阮牵调伫圣神下面，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阮做伙要来看，做伙来想，伫即个世代，阮真做是耶稣基督门徒，通安那学习主耶稣基督典范来跑走，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我要用即个传扬生命典范，甲咱做一个分享。因为咱的确相信，主耶稣基督，伊就是咱的生命典范。即个生命典范嘛，通成做咱一代一代，搁再一代，伫咱生活中不断来讲起的一个故事。首先，咱来想一个问题。我相信咱足侪兄弟姊妹，咱拢有参加过侪牧师，或者是机关首长因的就任，即个就任的就任式，或者是就任礼拜拢好。即个就任礼拜中间，我相信大家真拢伫遐咧期待讲即个牧师，也是即个机关的首长，伊到底要讲甚款的就任词？因为这通正做是伊牧师代表要甲兄弟姊妹，要甲遐伊所就任的单位共同目标的一个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咱来看今年520，咱台湾新的总统赖清德医师伊嘛咧讲伊即个
真长的即个就任书中间有几个部分，通互咱看起着，确实内底有迄款基督徒的一个感受啦吼。首先，咱来看讲伊咧讲年轻的时阵，有立志要做医生。从前的时阵，伊嘛立志讲要望会当改变台湾。现在伊做总统，伊望会当立志壮大即个国家。即个就任书中间有一段我特别意爱，伊伫遐咧讲要望即个台湾社会是一个有疼甲道德勇气的台湾社会。年轻的人会当安怎有希望？壮年人当实现梦想，老年人会当有幸福，弱势人会当得到照顾。我感谢主，如果这个就任书若拢会当一一实现，的确是咱台湾人民的一个福气。不过呢，这个就任书是对伊就任开始，这个呢要经过4年，或者是讲经过8年，才会当做一款一个检验，到底伊的就任书有完成无？这需要被检验的。如果若通过检验，当然咱就讲台湾人民的一个幸福。不过呢，今日咱讲咱感谢主，咱通好胆坐伫即个所在，因为呢，伫2000年前，咱嘛透过着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伊被检验过一个就任书，伊的一世人所传道，就今仔日咱所看即段圣经节，是一一拢受到检验。安怎讲呢？咱通来看今仔日即个路加福音书。当咱读即个路加福音书，咱毋通袂记伫即个第1章一开始的时阵，伊来写起着讲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咧表明是安怎我要来写即段圣经。常常咱若看着圣经吼，第1章吼，特别比如讲你若看着马太福音书第1章好热长，或者啥物人搁生啥物人吼，你看袂落去啊。但是吼，迄个拢有一个伊的特别的一个意思。所以咱来看路加福音书，即个第1章伊一开始。这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咧表明讲吼，这个呢是上细查考教处书所写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讲吼，这个恁放心，恁所看这个一切呢，是阮甲恁挂保证的，是拢一一有完成的。我伫遮先请教咱兄弟姊妹一个问题吼，你认为吼，这个变成啊，来讲咱的诈骗集团啊，这个诈骗集团是现代一个产物，还是2000年前吼？原来有一阵变成啊，你感觉是现代产物的举手一个敢好？无人举手哦。你认为2000年前我有一阵变成啊，会举手一个敢好？无想要举手的举手一个敢好？伫迄个时代，我咧共款有足侪吼假先知，讲着拢吼会飞天会唱地。所以呢，这路加迄本书的作者，这是一个路加，伊是一个医生，伊咧讲，恁通放心，通信。我甲你讲的遮个，拢一一拢是有应验的，所以通互咱看去，伊所应验是啥？就是咱今仔所看这路加福音书第4章主耶稣基督，伊这个虽然是一开始伊出来传道，所来对大家咧讲的，伊期待要做遮个。不过呢，咱若透过着这个整个这个福音书，咱所看的，侪人一个见证讲，的确，主耶稣基督伊做到遮个。嘛，通真做是咱所要来学习的一个使命，一个典范。路加福音书4章10节，伊一开始咧讲，伊讲吼，耶稣基督转去到伊所忠诚迄个拿撒勒，伫遐伊嘛照习惯吼，照这个处事照习惯来读这个圣经。这首先，互咱看见通过这段经文，咱会当知影一个问题吼，这个问题是啥？讲。耶稣基督伊对伊所忠诚迄个所在来出发，表示啥呢？表示讲伊是爱挑战一个，伊毋是活伫一个安乐窝啦。现代少年囡仔拢讲吼，舒适圈，舒适圈，其实叫做安乐窝。伊讲伊对迄个忠诚所在，伊是要去挑战，是安怎讲呢？这的确毋是伊的一个安乐窝啦。咱甲想看觅吼，咱的厝内面囡仔少年时势。伊是望讲离父母较近，也是望讲吼愈远愈好。当然愈远愈好无人甲我管啊。这若伫咧厝内面都做这也毋对，做迄也毋对。拢安怎做拢是伫遐安尼指指点点。这表示啥？爱挑战，爱挑战迄款侪人对伊有真侪无共款一个想法，是迄款安尼感觉这哪有啥物通了不起的？
所以咱通看见讲，这是一款用谦卑的态度爱来面对的挑战。而且咱来看耶稣基督，伊是照着平常时的一个规矩。所以通过这段经文，咱通知影，讲主耶稣一开始伊所表明出来，伊一个典范是啥？讲吼，检查伊有一个君王的一个威严，总是呢，伊是得正肉体，甲人做伙共同来生活，嘛是爱照普通人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生活。所以，接咱就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书4章17、18、19节，这个比所有的圣经学者拢甲称呼讲，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就任书，而且被检验过一个就任书，就是互咱看见，到伫后来。咱来看即个圣经所咧记载耶稣基督一个生平的时阵，拢是咧应验，伊就是照即个法度伊所咧行出来的一个福音。伊伫遐咧讲起着，咱通看到即个所在吼，用即个主的信任到我，用油抹我，所以有圣神甲伊同在，佮被油所抹是一个君王的记号，但是互咱看见，当有圣神同在，有君王。来身份的时阵，毋是高高在上嘛？伊所咧做是啥？伊所咧做是讲，这爱将好消息传互散车人，而且呢，要互受掠的得到透放，无通看见的要看见，受压迫的拢得到自由。这段这个就任书，而且咱嘛看见，到伫后来主耶稣基督，伊就甲伊扛起来，讲今仔日恁听的这个拢已经应验了。今仔日什么意思呢？今仔日其实是早伫地，今仔伫地，永远伫地。当以赛亚书的作者咧写的时阵，迄个时阵是今仔日；当主耶稣基督伊所咧读的时阵，嘛是今仔日；当今仔日咱做伙伫遮咧看这段圣经在的时阵，嘛是今仔日。所以上帝的这个权柄是超越时空的，互咱会当做伙来相信的。伫遮有一段圣经站吼，这个说无去吼。等伊到头前吼，伫这段圣经节吼，我请大家来看。这段圣经节其实毋是主耶稣基督伊家己所发明出来，伊是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这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基督伊所念的这段经文，其实这被人称作是一个牧人之歌啦，是一个罗卜的歌。所以虽然伊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但是呢，伊所要做的代志是啥？是一款罗卜所咧做的，是为人牺牲，为着人来洗骹。所以通互咱看见讲，一个基督徒，咱所要学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伊是要服侍人，毋是高高在上受着人服侍。咱来看这个中间有几个部分吼。第一个部分，伊讲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今仔日吼来到东门教会。大家可能看到一段散车人，阮东门教会吼，倒野人真多呢。阮遮敢有散车人？散车人是啥？咱爱相信一句话，讲吼，常常咱吼穷得只剩下钱。散车人是咱的心灵无法度得到完全的一个透放，咱的心灵软弱，安尼咱通讲咱嘛是散车人。遐呢物质上有欠缺，欠。社会资源的人，因嘛是散车人，所以互咱看见，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什么人是被掠的？我若无咧被人关家，但是呢，咱的身心灵若受到捆绑，无法度因为真理得到自由，咱就是一款被掠的人。第三个部分，咱嘛看见，我的目睭会当看啊，但是这个目睭会当看，但是常常的，咱好亲像是活伫黑暗中，无法度看到希望，咱就是一款目睭无通看见的人。受压迫的要得到自由，后头咱的圣家长了又咧祈祷着，讲毋望台湾的这个国会，这个乱象会当来停止。咱社会若无公义的时阵，咱就真做是一款受压迫的一个人。所以通互咱看见着遮咱会当看见着种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所要表现出来一个生命的一个典范。煞接咱就来看吼，这段圣经节头拄我有向大家做一个说明。讲即个今仔日表示啥？表示主耶稣基督伊所咧讲，这是永远甲咱三角之地。若是安尼，咱就爱想一个问题：什么是传承？什么是传扬？什么是传奇？什么是传说？
如果若是一个故事发生一个时间点，伊就结束啊，无迄个今仔日永远存在的时阵，安尼表示讲是一个传奇，嘛一个传说，讲听伊讲有即个代志发生。不过呢，主耶稣基督伊若是活伫咱的生命中的时阵，那安尼咱就是爱将即个生命典范不断甲伊传承、传扬落，这真做是咱的一个责任。伫马可福音书第5章的所在，伊有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咧讲起着主耶稣基督伊帮赞一个犯着鬼的人后来透过着2000只猪将这个犯着鬼的人伊会当搁再一遍得到自由伊受着人的尊重伊的生命得到一个改变的时阵伊真盼望讲会当对耶稣基督做伙去逐所在去。总是伫遮第5章19、12、10节有咧写起着讲耶稣毋准。这个耶稣毋准是啥？咱来想一个问题常常咱咧祈祷的时阵，敢若祈祷敢若无应验其实这祈祷毋是讲无应验，嘛毋是毋准祈祷毋是讲咱无得到接纳，只是讲有较好一个安排。所以咱通来看，伫遮呢，这个耶稣基督是盼望啥呢？盼望讲伊会当伫伊所徛起的所在将伊受到真大的一个改变伊的生命得到大大的改变，受到祝福这互人真奇怪的代志呢，伫遐爱做一款的一个保养。讲到这，咱想一个问题现代人真爱用这手机做啥？打卡，到伫逐所在，这个物件真好食你会介绍朋友知影未？会嘛甲打卡一下。这个所在真好耍，你会甲打卡一下，会甲介绍一下，会嘛？你袂安尼做嘛？但是咱好亲像真少机会，真少时间袂去种哇！今仔日东门教会遮侪人咧做礼拜，无咱就甲打卡一下，甲咱的朋友兄弟姊妹甲因讲阮伫遮做礼拜是我呢快乐的一项代志咧。这就是一款保养。咱常常袂记咧将即款遮尔好的代志，遮尔好的一个福分，嘛透过着讲咱咧介绍人食好食的物件用好用的物件，这拢是一款保养的一个概念甲一个精神。所以今仔日咧我要邀请咱继续，咱就来保养即款主耶稣基督，伊是一个生命典范。即款的生命典范，就爱透过咱的一个保养，不断，互更较侪人做伙来共同来领受即款一个恩典。今仔日咱的第2段圣经节，遮我就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第2段圣经节，罗马人书10章15节，伊伫遐咧讲传即个好事的福音者，因的骹步水甲怎样？即个传好事的福音者是虾米人？传好事的福音者是遐个将生命典范甲伊保养的人。但是今仔日即个传好事的福音者，嘛是咱坐伫遮，咱每一个人，咱拢诚做是一款来保养生命典范的一份子。传扬生命典范，咱嘛，互咱会当诚做是一个生命一个典范，因为这就是咱伫小可代志顶面咧做真重。生命典范，敢讲敢若停留伫耶稣基督迄个时代，侪人学习主耶稣基督，嘛诚做是生命典范。伫咱台湾有侪故事一直咧发生，包括今仔日伫咱中间嘛一直咧发生。1885年7月12日，巴克咧牧师开始来办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今仔日台湾教会公报的一个前身。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上尾的头版的上尾一句话，伊伫遐咧写，是讲毋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招卑这句话最主要的意思是啥？讲毋望咧通过着这个报纸，会当增加咱每一个人的知识财物以外，的确是通过知识财物，是要互恁的德行哪招卑。这个德行哪招卑，嘛反映着咱过去信仰前辈常常咧讲一句话，讲道理正，圣经排咧较只偏，拢无去行出来。咱最近一直咧看最近有足侪一个司法一个判决，互咱搁一遍来受气着。台湾
真正是欠遐传好消息的人，无欠真侪智商真悬的人。真侪智商真悬的人，如果因的道理哪深，因的德行若无哪照备的时阵，生命无带来改变。生命若无带来改变，就无互咱看见着一个生命一个典范。咱来看吼，这侪遮个过去吼，头壳有智的吼，真聪明的人，但是呢，因所学习的是亲像主耶稣基督共款，有迄个权力，总是呢是照着规矩，将家己的一个观念甲伊放弃。伊所要做是对别人一个服侍。咱来看巴克的牧师，伊来推行这个白话字，这个款的推行白话字，就好像就是学习主耶稣基督，将遐散车的人，互散车的人会当听到好消息，无社会资源的人，心灵无法度得到透房的人，因拢会当透过着真简单的一个方式，了解着圣册顶面一个道理。咱看巴克的牧师，伊嘛翻译圣经，嘛为着伫这东门地区，会当互侪人会当听到福音，嘛互咱看见咱今仔日即个东门巴克的一个教会，伊真用心伫即个文字事工顶面。所以呢，巴克的牧师当伊伫遐咧传扬生命典范的时阵，嘛互咱看见，伊嘛真做是一款的一个生命典范。这故事敢干安尼尔？咱嘛继续来看吼，嘛有甘伟林牧师。这个甘伟林牧师参巴克的牧师，差不多同迄个时阵，伫咱台湾特别伫咱南部即个所在，这个甘伟林牧师呢，伊嘛是学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伊讲，伊要互遐个痴迷人、目睭无法度看见的人，会当过来看见。所以呢，甘伟林牧师伊帮助遐个盲朋友，透过着点字的一个方式，虽然呢目睭无通看，但是吼，像安尼蒙，则蒙出着一片天一片地雾茫。伊嘛到伫平湖迄个所在来设立教会，互遐离岛资源真少的人，伊有共款会当享受着好的一个消息。咱嘛看见着讲，教会的牧师，伊嘛真做是生命一个典范。然后这你会问我讲，这拢100多年前代志，拢阮讲阮做时阵的代志。无咱即马敢有？无咱继续来看吼，有啥物代志？差不多70年前，因为我特别要介绍这位医生 ，Roland Peter Brown， 叫做博罗兰医师。因为这爱自入性行销一下，最近公报社拄出伊咧介绍伊的册这个绘本，所以我特别提起着伊。差不多70年前啦，1953年的时阵，这个 Roland Peter Brown， 伊到伫被人称作是台湾后山的一个花莲迄个所在，伊来创设文乐病院，伫台湾40年久。毋简单是，互遐无钱通看病人得到医好，甚至呢，家己常常拢爱掏腰包，伫遐传牛奶，互坐遐对山顶落来原住民因会当伫遐来啉即个免费的一个牛奶。所以呢，遐原住民朋友拢讲啥？讲这是我们的医院啊！这是阮的病院呢，你遐这，咱要来真好胆、真勇敢，甲人讲东门巴克的教会，这是阮的教会呢。是安那？因为伫遮会当看到生命典范，一代过了一代一个传扬。这个博罗兰医生，伊到伫退休的时阵，伊来讲一句话，这句话影响着侪人。伊讲啥物话呢？伊讲恁台湾的医生真奇怪呢。美国拢真近，华人拢真远。即句话呢，互啥物人听着？迄阵伫美国咧做美国雷根总统医疗调集面一个黄胜雄医师听着，我听一下接一条，讲安尼我还转来服侍我的故乡的兄弟姊妹，再来接棒，正做门诺病院的一个医生。这嘛，互咱看见，这是70年前。当这人因咧传扬生命典范，咧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因嘛真做生命典范。你去问讲这70年前的代志，无今仔日敢有？今仔日犹原共款有发生伫咱中间。当咱看见，当咱的台湾面临真大一个危机，内部有真侪纷争的时阵，咱嘛看见伫咱东门教会，咱真做是一个中心点。会当帮助这南部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透过伫咱这个所在，
咱做伙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这嘛是一款的生命典范。因为咱望上帝恩待年来到咱中间，就是这个社会充满着公义。透过咱做伙直接祈祷，咱嘛要来传扬生命典范，咱嘛真做是一个生命一个典范。因为咱只要学习主耶稣基督所咧讲的这个，咱拢是咧做传扬生命典范的一个工作。所以透过文字，嘛要来学习典范，传扬典范。文字的时间，嘛要学习主耶稣基督。请咱继续为着这个文字时间咱来关心。首先，咱来看文字咧，学习主耶稣基督，会当传好消息给欠亏的人。头我介绍到公报社所咧出这个绘本，这个绘本我毋是干那出册尔，出册需要一笔钱，但是呢，这个册较要紧是爱互人看，送到伫遐有欠亏的人身躯顶面，迄嘛是需要费用。总是感谢主，有侪人甲阮三同工，这嘛中间嘛包括着咱东门教会，咱做伙将这个绘本，因为这个绘本拢咧介绍学习主耶稣款式的侪人，咱将这个绘本送到伫偏乡，送到伫弱势的家庭，真侪图书馆，互因会当免费得到即款的一个好消息。这就是学习主耶稣基督，因咱将这个好消息传互这个欠亏一个人。煞这文字呢，嘛咧学习主耶稣基督，因为文字呢安慰遐心灵忧伤的人，你的心灵无法度得到透放。你有侪恶担当的代志，咱来学习主耶稣基督。咱来看每一礼拜，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咧发行这个更新周刊，这个每一期拢超过10万份以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你若较认真写更新周刊我会当做总统赖清德总统伊捌投稿更新周刊，当伊捌去这个歹徒咱住伫台南拢较清楚捌去歹徒甲伊讲甲咧流血流地结果伊捌伫更新投稿写讲伊对这个人的一个赦免，伊伫个更新周刊顶面投稿。所以今仔日我嘛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为着更新周刊对即个金钱上的一个奉献，我嘛邀请咱逐个咱做伙将咱的生命故事拢写落来，因为透过咱咧写咱的生命故事的时阵，写伫即个更新周刊顶面，咱嘛会当安慰遐心灵忧伤的人。第三个部分，文字呢嘛是咧学习主耶稣基督，鼓励遐被掠、被关押的一个人。拄咱有讲着，讲主耶稣基督伊咧讲着讲，遐个要将即个好消息，互遐个被掠的人会当得到透放。咱的心灵若受到被掠的时阵，嘛会当得到即款透放。总是伫台湾有侪人因嘛因为过去犯了错误，确实是伫监牢内底被人关押。教会公报社伫最近这几年中间，真用心咧做这样代志。就是除了将圣经送去到监狱以外呢，嘛爱毋是干那互因用看的，嘛爱互因会当用抄的。所以呢，阮有发现这个叫做圣经充满我。这个圣经充满我，圣经充满我，就是咱会当一面看圣经，然后呢一面当将这个圣经内底，因为阮家画一空一空安尼你若对照的时阵，超过来就来甲伊填写上去。而且透过这个圣经充满我，一面看圣经，一面来做抄写。我即每一季拢有一个代志，互我感觉安尼真感动。就是呢，对监狱拢会将因所抄写完成这个圣经充满我，寄倒来伫公报社，然后我就爱甲伊签名，甲伊讲感谢你，恭喜你已经完成即季的一个作业，阮会阁将新的。圣经的充满我，佮再寄互伊，真望讲这个人要因为得到真理，因心灵拢会当得到透放甲自由。所以这是嘛是互咱看见，讲咱来学习主耶稣基督，透过着文字，咱帮助遐被掠的人、受关押的人，因搁一遍会当来学习这个生命的一个典范。最后，嘛要搁一遍来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我特别讲到这，我实在拢真歹势啦。不过因为福音的缘故，
需要一遍搁再一遍来唤起着大家一个关心。我嘛是爱真认真将阮的一个欠缺讲互大家会当了解。咱周报顶面有广播社所带来即个请函函，即个请函函内面有侪阮的一个事工，即个事工吼，每一年的确爱超过5000万以上，完全的免费。总是呢，需要侪人对即个事工的经费对阮来关心。所以我咧当工一直甲我交代，讲社长，你莫歹势讲到遮个时阵，麻烦你家填较久咧，爱看到吼有人摕手机起来甲伊扫 QR code。线上奉献的时阵，你才听讲咱来祈祷。你若真正线上奉献扫的好势时阵吼，请你着莫搁退出来吼，着继续甲伊完成。逐个月100、200，拢无算少。1万2万吼，嘛无算多。咱将咱的心甲阮广播社做伙，咱为着即个文字事工，会当来传扬生命典范，咱做伙来努力。祈祷了后，一段短影片，请大家来欣赏。搁一遍，感谢咱大家望祝福，咱望上帝祝福，咱东门教会继续真做是金的顶台，是光是盐。这个地区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耶稣基督生命一个典范，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你是阮的生命典范。透过着圣经顶面，阮的确认捌；也透过着侪学习你的人，阮也的确认捌。主你的圣神的确来到阮的中间，今仔日甲阮三天地，也阮相信，即个今仔日是一直到伫主过来时，愿你施恩惠伫阮的中间。阮的确通称阮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学习你的款式，继续为着公义的社会，为着遐个有欠缺人来跑走。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这140年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传基督。特别伫这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这个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伫黑暗中找到光芒。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教会公布的两篇有关迄个圣诞节的，你来遮吗？我来遮礼拜。哦，因为我都出国嘛。我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煞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日语啥，我竟然袂晓写家己诶文字。私底下去请阮干事甲伊联络。困难啊，拢伊担啦。我着拢负责简单就是较低咧，开始讲话安尼尔。咱台湾即块土地，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尾也有日语入来，尾也有汉字。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好咧，家在教会公布，迄阵来时，因较早来，包括咧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咱即马搁转去看，咱发现讲，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呢，你知道无？咱有人去日本画着什么地展啊？东京地带，大家拢是讲台语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咱无输人啦。我咧看白话字是安尼啦。好降落地面上，既然好无用，上帝叫伊做大船，结对成群，赶一船，
拯救一家无可能。一句讲，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啊，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拜一下，拜啥，真写一年。因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即马家己愈感觉年老，体力渐渐减少，全然袂行。家己拢有知影，我身边当时计身拢无要紧，这有影。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重佗真侪，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压伫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若是已经讲我义务也煞，也无责任啊。你着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公报社对台湾唯一的报纸变到规个媒体行业发展济济，甚至伫网络革命了后，每一个人拢会使成做媒体。公报社无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足大的影响。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佫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不过未改变公报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对的代志，就需要坚持。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去关心咱的受造界，所以无搁再来销售这一遍就甲伊单调的塑胶圣餐杯。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总是阮知，这是阮应该坚持的。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事工，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继续为阮关心代祷，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这是咱的吟圣诗42首，请来耶稣万所毋忘。咱就回答主的听，咱三甲来奉献。
济。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项，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近日到伫苏记第8章的所在，欢迎咱会当踮伫山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特别感谢教会广播社社长彭牧师来到伫咱中间，咱搁一摆拍鼓仔来甲伊说多谢。后主日是父亲节吼，所以咱后主日是联合礼拜。同时，咱嘛踮伫后主日，咱会举行洗礼、献信礼以及小儿洗礼。所以若有要接受成人洗礼，也是献信礼兄弟姊妹，请咱等下礼拜煞以后，到伫咱的咖啡屋，咱要踮伫遐进行问道理。若是有缘还未报名，你有小儿想要接受洗礼，还未报名，今仔日还阁会当报名吼。小儿洗礼到今仔日还阁会当报名，所以欢迎咱后礼拜咱是联合礼拜，也做伙来遮参与圣礼典，嘛欢喜有侪兄弟姊妹要踮伫遮来领受洗礼。好，过来咱受洗礼兄弟姊妹嘛，邀请咱会当后礼拜上午8:40，8点后礼拜若是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上午8:40分来到伫咱教育大楼1楼的会议室，遮这边来集合吼。礼拜煞咱要召开小会，请咱小会员会当做伙来参与。阁煞来就是咱教育大楼的冷气主机已经换新啊吼。所以咱会对后礼拜开始，咱2楼的副堂会当开始使用吼。嘛感谢总务部踮伫这中间的调拨。毋过阁煞来后一项就是，咱的迄个主席教授嘛要对后礼拜开始要进行要动工啊吼。所以咱会踮伫8月初1的时阵，咱的对面2楼主席学教室工班要一来开始施工，所以咱会踮伫8月初1。上午9点，咱会举办一个动工的礼拜，所以嘛请咱会当做伙为着这项事祈祷。所以对后礼拜开始主日会来到伫咱这边4楼遮聚会，所以请咱家长会记哩，若是家长踮伫遮会记哩吼。主日会踮伫咱教育大楼4楼这边来进行课程，听候到咱整个工程完成为止。好，过来另外一项就是因为顶礼拜敢若咱停机车受到人检举吼，咱停机车踮伫外面，就是迄个门口外面遐有人咧检举，所以虽然有甲伊讲这是咱教会的地啊，因为头前遐拢是咱教会的地，但是因为只要厝边遮的人有人检举，警察就爱来处理，所以邀请咱若是咱停机车来教会的人吼。你毋是停伫对面发展中心内面，就是停在边仔遮好无？就是停一摆都无代志，停一摆教会内面都无代志。你莫停伫迄个，有当时咱出去外口就看到讲，围墙边仔嘛有乌多摆侪所在拢有乌多摆，所以咱若是骑乌多摆来教会的人，请咱就停伫来边仔遮，也是对面咱发展中心内面，只要伫咱的范围内底拢袂有代志，因为顶礼拜受到人的检举，所以嘛，请大家当做伙来配合这项事吼。好，过来妇女团契的消息是，妇女团契踮伫后主日不是8月11第一堂礼拜煞了后要召开年会，所以嘛，请妇女团契的客友会当踊跃出席来参加。好我着做以上遮的报告嘛。邀请咱大家当做伙为着风台所带来的灾情来祈祷因为咱嘛真正知影，咱教会嘛有几个所在漏雨，老实讲，即款雨吼，要无漏水嘛是真困难的事。但是市区内底是较不要紧，但是庄脚侪所在，咱拢有新闻拢有看到，拢淹水。顶礼拜我到伫花莲，因为到伫花莲的会友就甲我讲。因对地动了后，即马游客剩1成，风台了，可能大概连游客会全部拢无，所以济开店的人其实拢踮伫真困难的状况下面，所以嘛，请咱会当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风台所带来的灾害，为着济人
由原点伫困难的中间，咱同齐来祈祷。所以要邀请咱同个，咱用一段时间，特别为着风台所造成的灾害，请咱同心开喙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管来到伫你的面前，管承认家己是何等的软弱，特别踮伫面对大自然的变迁，管看见一个搁一个灾害出现的时阵，管感觉真正软弱。特别踮伫过去这几日，台湾拄着真大的风台，真侪的雨水淋到伫即个土地，也造成。现主是有侪侪同胞，有侪侪所在踮伫困难的中间。原主的怜悯特别临到伫受苦的人中间，也特别为着死失的家庭，愿献上祈祷，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安慰，愿你的气力，继续扶持侪侪受灾的人，扶持侪侪踮伫苦难中间的人，互阮会当踮伫遮，愿也阁得到平安的时。愿也同齐不断为着受苦的人献上祈祷，愿你也赏赐阮有够爷的气力，当阮看到需要的时阵，愿意伸手扶持固守。愿你特别也继续怜悯台湾这个土地，踮伫7、8月份，阮也踮伫风台期的时，愿你继续怜悯这个土地，保守阮，互阮无遇到上大的灾害，也特别为着花莲地区。对地动了后，佮经过风台，有侪侪损失，侪侪困难的中间，愿主你的平安永远扶持固守。愿你也赏赐阮逐人，互阮得到新的气力，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做咧通龙变。本州的金句，咱看咱的义务，还是看咱迄个周报第8页，咱做来读。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告，受掠的得到头办，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路加福音4章18节，咱搁一解。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互我传好消息散车。伊差派我宣告，受掠的得到头办，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咱即时来吟祝福车经的400首，愿主恁来，甲恁同在。咱吟诗线，请牧师祝祷。Oh
那即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胆安尼讲，无阁有人受到压迫，因为公义的社会要透过着主的神甲恁三甲弟弟临到即个土地，今仔日就要来临。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弟弟，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笔倒笔会。